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。我是综艺圈阿權妹，唔知大家係唔係同阿權妹我共用？係講吼，我做事嘅，早上頭做事，阿哥嘅當主頭，下主頭我做得寫一啲嘅人講，我就知道哇，呀，幾日咧就有一種輕幸福嘅感覺。故說今日嘅節目當中，就會來同大家來分享吼，有一種點心做得幫大家食咧，心情當好，幸福感大大提升。今日嘅點心嘅可能大家唔係清楚司機按到長崎蛋糕，所以按用嘅雞卵糕有乜嘅知識係講內容，愛好好來同大家來分享咯。謝謝大家來分享，今日嘅節目呢度有請到嘅來賓來分享，蔡美英老師分享。阿權妹，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蔡美英，我帶桃園龍潭。大家都很長期在接，因為2幾年全部專攻長崎蛋糕。哦，我看到了，長崎菜姐。等等一下，歡迎老師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哦。老師剛才有講到，你請專門呢係做長崎蛋糕，還有中式酥餅，錯冇？唔過。其實我啲頭前同老師聊天的時間，有聽到講老師其實頭擺係做中餐的，係煮按用好食的東西，按用。我開北京烤鴨。北京烤鴨。一鴨二吃那種。頭擺係做按用中餐。你也還共用做。你還係共用做。我斜槓你要做烘焙。哦，斜槓都變成長崎菜姐。斜槓都變到專門就錯嘅，唔過做乜嘅頭擺做中餐，其實我想幾件咩都無限嘅，做乜嘅會想到講想要來斜槓來做甜點。我還沒夢想到我做烘焙，因為我要讀大學要自傳，自傳出我一個履歷，出過我做，因為佢要做往餐飲嘛，哈，做餐飲，比如去請我都去朋友嘅烘焙店上嘅一堂嘅餅乾課，餅乾課照片履歷落去咧，我就落去大學餐飲部餐飲系。拄好隔年我媽媽過身，我個媽媽過身，就因為想念媽媽啦，我老公講，你按用沒辦法，按不得冇辦法做衰冇，一定想用乜嘢有，你到乜嘢向下去學解餅，你要做餅來，我就講好，我邊我就慢慢一家就做啲餅乾啊，做啲乜嘅煎果餅，大家反應都好。哦，就是好食。你就講就有一個抓地力的，就講做烘焙可以把我們的思念轉於甜點，療癒，係，就慢慢地，我就烤鴨店下班7點鐘啊，就按部頭去轉去8點鐘就開始做，做到半夜1、2點。大家就講風皮懂好啊，我就自學一些夏威夷的堅果塔，隔年就咩做節慶就有小麥啊，大家就反應懂好，開始我就對烘焙越來越有信心，然後就培養興趣出來咧。對，唔過其實像你剛剛講嘅，你頭擺做嘅青島冇共用嘅點心，像餅嘅也得。唔過清明顯嘅一個當天片對台灣人來講，可能唔係按說是。他要講雞卵糕，就平常是當家是蛋糕啊，很多種蛋糕啊。唔過你偷嘅一種很多長崎蛋糕啊，係個請專門來去研究佢，錯冇？錯，因為剛開始我就做烘焙。其實我冇乜當到時間去上課，因為我做烤鴨一個月就要2年，2年前啲就想啊，就講就看到有一個老師在教基本的長崎蛋糕，我就去上課，上課轉來佢講。朋友講唔係正統嘅，唔係正統嘅，我就佢講精靈正統嘅嗬，就有隻很嚴密嘅功法，嚴密嘅功法就。長崎市，日本長崎市，日本出日本嘅，我就人唔可以去自由行，日本嘅自由行京都係去了個年有連三岸部，我就去個大葉高島屋地下室，百貨公司嘅美食街，去看那間長崎蛋糕，你當到見咩嗬？2間係
嘛个年龄群呢去购买。你去做市场调查？做市场调查啊，大家都去买来吃。好，试看看给口感，好用什么全蛋法还是分蛋法？全蛋法出海绵蛋糕口感，好专业。好啊，戚风蛋糕出比较松软呢。嘿，我就一试看，哎，一说比高啊，说哦，不明，其实盐分。哦，好，个披萨安补。你去上安补？去上安补。上安补，你不是去自由行吗？自由行白天去搞去撩。哦。安补头去研究，哦，去买，披萨安补个他就一个师傅，就这个长崎蛋糕一个店铺的师傅就喊过来，就讲，请问你爹啊，我就马家去讲日文。你日文我不大会，哦，我就用香港。翻译机没，就拿手机来打字，打繁体字讲，我喺台湾，佢看到繁体字嘅，比如说讲桂尼，我也是台湾人呢。他说，你怎么会想要在这边站3天？我说没有，我只是对长崎蛋糕，人家说它的层次每天风味不同。我就说我来看看每一家买看看怎么样子。他说你对这个长崎蛋糕这么专注，我说我很想学习。好，因为有讲，那我今天晚上。我回家，我练1次手法，那些给你看。主要的就是对，你知道吗？那种他看到我就像他乡遇故知，然后我看到他就像一个乡亲这么亲切，他愿意教我一些手法。然后就是完全头白一滴滴的都唔熟悉的人，就是在百货公司按用上度头过后，也个老师就请我讲去加布卡，去做俾你看。其實佢明明唔啲危險啲嘛，明明唔啲我偏起來蠻恐怖的。像 MD 我偏正我做個好，不過佢差不多幾大會叫店人打烊，因為日本咧百貨公司都做打烊，啊就天天佢行坐地鐵行路再去，啊佢老就師母佢用啥冇聲音咧，好，佢會講我示範給你看，我講好，佢就準備材料，我要拿相機嘅，佢會講佢。他說：“如果真正想要學習的人，用心記就好，用眼睛記就好。因為佢哋對日本職人有一種就教內不教外。好，因為佢講兩種嘅手法，就說嘛個峨眉派就峨眉派，嘛個什麼武當派就不會教貨，這樣教教朋友。我講好，我就看咗一隔2天我轉去台灣，我就去做，做有乜問題我就用視訊。”哇！用視訊講係按用錯誤，乜個問題，因為會發生嘅問題係用白叫教藝。哇！結果係按用，應該同意咧帶到日本嘅台灣嘅師傅來學習做長崎蛋糕。係，所以講隔年啊我學到澳門呢，就說有點成就呀。每個都得看蛋糕裡面你切出來，哪裡有失敗，我告訴你第幾個步驟失敗。我都得你都手套，手套每個師傅教我要蠻看。隔年佢出一張係高神，高神我出我一去看佢了後，我出紀念他啦，好，每個想念他，所以講我品牌想念。出安用來嘅，好感動哦！佢說哈貝蛋糕就會有想念，也咁樣嘅。錯，這也真係係一個親貼片嘅緣分誒，因為安用跟馮氏都在學到日本職人嘅。錯，因為真的無私啊！叫我想到講，我們愛對佢很忠情他，然後叫講佢冇聲音嘅，叫我想講。有些傳承，唔會講食譜傳承嘛，個傳承就技術傳承。對，這要真嘅係親體片嘅一種歌唱，一種緣分。啊，唔過咩係因為我相信，老師給師傅有看到老師你對長崎蛋糕按用輕專注，還個輕有熱情嘅一種感覺，鼓手幾張願意搞本。因為對老師你對長崎蛋糕嘅研究係真嘅係同層面，甚至老師你有學嘅研究所，有去讀研究所，論文就長崎蛋糕，係，論文出嘅長崎蛋糕嘅結構圖啊，我在出來，我長崎蛋糕，他個口碑當好，就講要不要出來教課，我就出來教長崎蛋糕，就出來教長崎蛋糕，像我高職畢業。
对烘焙理念有的唔要讲很充足，我就想讲好，我就去读元培的进修部餐饮科，认真哦，读4季4年。对不过我第2年呢，我就想想，我的年纪有了，我没办法在4年完成，我就2年级我就跳级，因为吴宝春条款，我就跳到那个我们的民传大学的那个硕专班，哇塞，对，观光事业学系。就按用去读研究所哎，嘿，这个研究所他就自己出一个心得嘛，就写长期蛋糕的结构图，还有申请专利。哦，申请专利就是讲，申请专利书有一张，您讲哎，要专利步骤写完之后，专利他们做出来，他们才会给你一个专利权。表示讲哎，周 A 是很打好标准。然后也是可以让后面学生按照我的流程图，你可以看到蛋糕要高到什么程度才是标准。如果没有达到标准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去救它？哇塞！然后后面我就一套硕专班的时间，我主任我指导教授就讲，商讨讲论文，就讲论文你写你最拿手的。好，他就鼓励我写长期蛋糕，所以我长期蛋糕论文哇，就出生了。今日呢个节目真引动特别，因为一开始虽然这个讲结论高，不过体团全部都在讲老师用办好是长期蛋糕，还有佢对长期蛋糕的热爱，还有研究。咪是一点点都还蛮讲，不过唔是时候，下一团再个同大家来分享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个转来。欢迎大家又转到福喜来咧，我是钟永权阿權妹。今日嘅節目當中，要同大家來分享一種雞卵糕，叫做長崎蛋糕。一種雞卵糕，大家常看也愛型哦，可能會知道，很像蜂蜜蛋糕誒。蜂蜜蛋糕好像是台灣較接受到的蜂蜜蛋糕。不過同長崎蛋糕，我迄邊看起來有一些些咧像，不過其實佢都係冇共用嘅，從冇。超伊嘅風味冇共用，風味冇共。蜂蜜蛋糕呢？普通出一隻木框磨出一個大鋼盆去烘烤的。看到日本長崎蛋糕呢，佢要用2層木框，給它蓋子，然後可以給它慢慢燜烤，然後讓水汽、香氣都鎖在裡面。所以佢當日的風味冇共用。還會按呢，意思就是講，我買一條全部卡，我第1日食到第5日，我當日食起來都冇共用。冇共用，第2日佢將出爐的時間哈，你吃到出給它香氣，比如講那些香柚，你就知道柚子香跟甜味。香氣。好，第2天。它比如整個融合嘞，有雞蛋味道，這個你不會有特別明顯，但能夠融入，就是很融合。就發現給層次，第3天、第4天濕潤度越來越高。還有濕潤度為什麼越來越高？因為那底部有中雙糖日本糖。我知道，這個是吃起來感覺就是很爽的感覺。對，咔啦，不過它給底部放中雙糖哈，你第3天、第4天，你會慢慢的，就是會被蛋糕的蛋糕體吸進去，變成糖液。會溶脫就錯。會溶脫。佢普通人，假如講日本買嘅話，前4、5日還會菜，第6日、第7日佢就冇了，佢全部會變成糖液。被蛋糕吸進去，你會發現你的蛋糕兩邊一層是濕的，就保持濕潤度。它還有一個防腐的作用，那就會長崎蛋糕。錯。TPA 的手菜。所以講佢風味為什麼不同？佢每天落去。原來係按呢。故說買一條長崎蛋糕，要本地安逸來噻。就講，假如講你要吃夾的風味，每天不同的話，你就要分天。我就會普通學生的朋友講，你可以切個5片6片，你用包裝袋包起來，然後慢慢每天去品嘗的那個風味口感。跟一般人按用一條做會不用幾久？日本都得15日，15日。台灣冇法度，因為台灣潮濕的氣候。
古时候迄个买老师的长期蛋糕，奶发煮普通7天，7天真空哦，真空要真空，室温真空，室温真空。如果不室温，基本上大概满2天，满2天我就基本上就会发霉了。啊，真的、啊，对，因为潮湿的气候，哇，冬天可以放3天哦。所以跟我爱包装，我们要一个真空包装是最好状态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保鲜盒你外层还是要有保鲜膜包覆，空气才不会进去。原来係安尼，古時候睇㗎，係講有機會做啲食到長期蛋糕嘅話，做啲來試看啊，無共用不用無共用嘅時間，可能食到嘅口感會無共用。啊，唔過今日就邀請到一專家來到節目當中，古時候復習下啦 ，OK， 我會請老師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其實長期蛋糕我來食，沒有特別嘅食法。一般來講，就係拿起來咬。我覺得啦。對，一般人出安用出看到蛋糕出是要拿起來咬。不過有特別的吃法哈，其實你要示範嗎？好，我是不是要先試一個一般人的做法？好，給我先拿呀。給我看看什麼口味？好難選哦。我先選這個，這個是什麼口味？香柚。香柚是不是？好，我先等下再跟同大家來分享秘籍。我們先讓老師好好來教這個吃法。一般人的吃法就是，我覺得很好吃啊，這樣有什麼不對嗎？沒有，我們的話，在長期蛋糕的裡面，你要真的要吃它的，是要我們叫做挑逗味蕾。什麼叫挑逗味蕾？好，你現在嘴巴咬，咬下去咀嚼，你是沒有經過舌頭的吞進去，你就直接吞進去，對不對？對，我就吃下去牙齒嗰片咬咬啊，就吞落去。基本呢，那長期蛋糕，對，食法係按用嘅，剝開來。哦，剝開來你會看到佢嘅組織係凹凸不平。對，凹凸不平，那舌頭是不是凹凸不平？啊，你不用落去，那個味蕾，慢慢的咀嚼，然後你頭下是用牙齒咬，有大概不同的方。好，我現在把它撕開來了，就是它有一些斷面，然後看到有顆粒的感覺。然後我要把這一面碰到我的舌頭，這樣放進去嗎？對，直接放進去。我知道，我按樣食一開始我就這樣咬一個這種吃法是，感覺是我就是吃到它的口味，柚香的味道有散出來，但是按樣食起來，我多吃到蛋的香氣，而且鼻腔上面有那個柚子的香氣出來了，而且感覺更甜呢。挑逗味蕾4個字出安用明顯表現出來，我覺得不可思議，怎麼會這樣子？對不對？因為那舌頭的乳頭，它是把味道挑出來的，所以你要跟它凹凸的組織跟它凸的接觸，它真的味道就會挑出來。哦，太神奇嘅，我冇想到按用無共用嘅食法，竟然咪是會真嘅有差。好，不同一樣，不同風味。對。好，剛才講我們要淑女一點的話，就用叉子剝開來。啊，叉子剝開來也是有斷面，對，也是斷面，然後再直接放進去。原來係按呢，哇，好，這樣子我學會了。大家有學會嘛？我會食長期蛋糕，我會食到輕油嘅樣米稀，吃到它，這是最深處，每一個層次嘅米稀都會食到，我用剝開了要有斷面的這種吃法。跟我剛剛吃到嘅是柚香口味的長期蛋糕。柚香口味其實顏堂老師有 TPA 講，也係無冰膨筒，沒有放蜂蜜的一款。因為李阿姨和董東眼對蜂蜜會過敏，還有3歲、1歲以下小孩子，醫生會建議。對，醫生建議不要吃蜂蜜，所以講來說用料完全都是用柚子味道去提升那個蜂蜜的香氣。哦。然後再用一些我們的那個麥芽去增添它轉化，所以蛋糕濕潤。有食到嗰種佢唔會真嘅完全唔會嗰種有一些咧，有上次食蛋糕嘅時間會按用鹽到後臉，又係講鹽到上顎，然後就要用三把啲嘅射東橋，我說配一口茶，對，才會吞嚥下去。但是我剛剛是這個柚子口味的就完全冇嗰種感覺。因為兩種就是配方還有手法，老改蛋糕如何讓一般人好咀嚼下去，這個就是有貼片研究哦。好，再下來我要來吃
试试看它这个紫色的这个口味。哎，对，它是玫瑰酱，然后我用紫色是因为我喜欢路易斯是紫玫瑰，所以我用色系天然色粉去给它调整这个颜色。好，要这样断面放舌头。那个玫瑰的味道，好浪漫哦！我们用我们南投在地的南投埔里的梅开4度的玫瑰酱，它也是出过比赛得奖的玫瑰酱。呀，咪是，因为俺从来忙着是够有玫瑰口味的长崎蛋糕，俩紫玫瑰长崎蛋糕，还有俺长崎蛋糕代表作。哦，对，俺的专利没俩。真有代表性呢。哦，嗰种开发出动动无香香香，因为传统的长崎蛋糕好像就是比较像原味啊、抹茶味的。当时你给日本的那个老师给教你的时间，黑嘛改口味。给教俺黑原味，不过就想讲，不要一直都是在传统的框架里面。这么特别。嘿，提供你都得用小农的农产品、小农的东西去加入你的作品里面，让很多人看不一样的东西。古时候你就想到讲，我来加也得特色的米西。那师傅构成刚刚做的第一个水果的，就是农产品的，就是做莓果。莓果对，用覆盆子加草莓去熬制出来的，然后加入蛋糕元素里面，很多眉目藏情啊，眉目传情。为什么要选眉目传情？是因为师傅讲我在那时候跟他谈论长崎蛋糕的时候，我的眼睛就像谈恋爱一样发光，真的就是那个，然后让人家感觉是谈恋爱的感觉，所以我就想，好，那我第一个就是用莓果。因为莓果是酸呢，就像什么呀什么是恋爱的滋味，所以我就想说用这个，然后就是加入元素，然后做出来的然后就是也是纪念师傅，对，纪念师傅，然后我也把这个名字注册下来，眉目传情注册了，对，经验师傅因为要想到讲师傅本个店内就会讲，希望你做得多做无香用口味的安用的蛋糕。虽然讲可以指导一些东西，但是你知道。江湖一点绝，你没有那一点绝，你没办法再去没办法再去往上跑。这个纪念师傅后面改出块是，有很多口味，对，玫瑰的、柚子的，那这个黑这个是我昨天才做的，昨天这么新，这个是用我们那个龙潭的那个福源茶厂、百年茶厂的那个蜜香红茶，对，可以看看。那我是那糖啊，糖咔啦咔啦的哈，很好吃。它是蜜香红茶，讲跟茶跟蜜是完全不会苦，不会苦，淡淡的，对，一滴滴的都追底路，而且每一款蛋糕吃起来就不会黏口脸，而且你会发现松松的，每一款的口感某空用，对，有些有点不同，要黑它涩它软，这个就比较清爽一点点。为什么那一个会比较湿润？柚子我们吃起来是不是那个柚子肉是湿润？对。是的。然后茶叶是不是轻的？所以你要跟着产品去跑它的口感。太困难了吧？就讲都不得讲完全一个蛋糕，你只是你不能同一个 SOP 啦。对，你只是换口味，但是口感都是统一。所以我想要研究为什么我的那个我的工作室名字叫甜点屋。巫婆的巫哦，就是我想要做一个因为巫婆很会调制秘药，要这样子，对，调制秘药。然后呢，我想要做那个好的巫婆，不是坏巫婆，所以我想做甜点的好巫婆，所以我就是要去调整。我觉得就是老师妹本演一种有魔法的感觉，就像我刚刚吃到长崎蛋糕，有一种哇被施了幸福魔法给感受。还有的内容会同他来分享，先谢谢他，等下再个转来。非常大家有陣到福起來咧，我係終於看阿權妹。一開始哈，老師有講到佢專門咧，除了有長崎蛋糕以外，還有這個中式酥餅，就係平常是青號生買個鳳梨酥、蛋黃酥這一類的酥餅類的，對不對？然後呀，酥餅咧去年沒有出過去比賽，出個比賽嘅成績
青河，因为佢得到金牌，观光伴手礼组。观光伴手礼组嘅金牌。哦，佢係用哪种呀嘅这个成果拿去比赛？出了我想念的味道，台湾山酥。哦，台湾山酥，用台湾的农产品、在地成品去做这三款。看起来就是蛋黄酥，但是蛋黄酥又有各种无共用嘅蛋黄酥。老师来小解一下。好，那最左边呢？这个，这个吗？那边，最左边那个。这个哦，好，这个最左边还用南投的那个徐福安那个香草农场的香草荚。对。你看到黑点一点点的。哦，原来我还以为是海苔粉。对，那是香草。蛋黄酥上面放香草荚。对，然后它有一个油皮酥里面加香草。对。荚里面它吃出来，它会有一点点的微微的香草香味。然后我这个叫做酥绵，第一口是酥，第二口是绵。你会发现我的蛋黄跟豆沙跟皮是一口化下去，不会粘在嘴巴上，完全不会。对，这叫酥绵。而且那个香草籽同蛋黄酥的搭配也太合了吧？对，因为我就是觉得，这样尝试看看，真的还不错，很好吃哎。对，然后香草荚，它的品质也不错，然后我们就去看一下怎么去运用，怎么去先香草荚怎么去跟奶油或者跟什么去 match 之后再来去调整。而且它的酥是真的大程度会酥哎，没有那种过多的水分，但是又不会太干的感觉。对，因为很多外面他们都说要硬要酥嘛，他们要烤到硬脆脆这样子。对，脆硬，可他们可以放很多天。可是我的3天内是这种口感，第4天就是完全是软绵下去的。对，那每个人要求的口感是不同。对，那董红的呀，强色嘞，强色的这个强色的给黑包种茶，用平林的包种茶，这么特别。包种茶粉哈，给黑加入油皮酥，让它呈现这绿色。好，董红俺用嘛该用关庙的凤梨。哦，凤梨哈，然后凤梨酱煮成凤梨酱哈，用包上那个中间有没有看到有没有流心那一个？对，哎，包种茶流心。哇，然后包起来，按着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的台湾味。为什么我不会买出有一个刷金粉？为什么？因为那一个茶叶我们以前出去外面都是属于像跟黄金一样贵的，所以给它摔成金粉下去会更加的就是值更高，然后外形更好看。天哪，我知道要黑高级版的凤梨酥好好吃，而且完全凤梨酥就会有一种酸甜的感觉，啊，不过给改茶跟米稀，层次变多，而且我觉得甜度的调整好刚好哦。对，然后我们这样搭配就是我不喜欢生活就是单一，我喜欢很多东西就有层次，很多变的感觉。对，很层次的感觉。你第一口吃下去是包种茶的淡香，但是你又吃到凤梨的味道，又把那个茶的味道调上来。而且 Noble 又按那种金，真的超漂亮的耶，金粉的感觉。金粉感觉，对。韩国 T 伞梅三酥嘛，还有 T 伞梅。这个是脆皮的。脆皮。对，好，它这一种还是有一个。但是它的皮。哎，对，你要翻过来。啊，对，那个皮一般也会绕到黑菠萝皮。哎。不过黑。像菠萝皮的变化，你过去吃起来像饼干，真的哦。对，哦，很硬呢，口很硬。油皮酥，你等下咬起来会第一口是饼干脆的，然后再化绵。真的啊？试试看。它底部没 Q 用是红豆跟蛋黄。对。哇，流口水。很脆，而且不一样的口感，对不对？跟一般人家跟酥绵就不一样哦。不一样，所以为什么要3种不同搭配？人生不同的变化，就是对，你可以去尝试看看。所以老师这个系列的礼盒是中秋节半夜班长会出来，要讲其实一车都有。我中秋节才会有，所以中秋节就可以跟老师订购台湾三酥的礼盒。对，因为我这个刚好去年去比赛的时候是中秋节前，然后我就这个，然后去年就已经有这个产品。对，那这个比赛啊，就是刚刚老师讲到的。虽然人家是都懂分析啊，不过还是爱好好的小姐要在比赛，要在比赛啊，其实是伴手礼，所以跟我一杯是青葱油的，对不对？我不要讲，都那个残吹破损。哦，不过带过去的成品，除了有些比赛还有的已经残落了。
因为碰运输嘛撞碰撞。啊，如果我新加坡有学生诶，大概比讲，你那边我们可以就是给我场地帮忙做，你讲某问题，欢迎老师了。可以报名，我们有自己有带一些食材过去嘛，然后就在那边就地赶快去急救，前一天晚上去做。所以就是这个比赛前一天，韩医都给骗走，不单黑相公带好成品过去比赛耶。其实想要展现呢部分有些就是有一两颗就会掉了。掉2个，你要去比赛是不好看的哦。然后也有一个动冲室外杯的比赛，鼓手亲米去学生家紧急急救，嘿，还好有场地，还有跟我卡很不敢聊的，你们很热心招待我们，热情招待我们。啊，比赛的时间，评审看到人个台湾山苏，嘿，就那场比赛有泰国有新加坡的评审，一定要看到佢讲然后个传统的蛋黄酥冇用，对，把分数打完之后，颁完奖跟我，请问这个可以让我品尝吗？我说没问题。以后哎呦，真的很惊艳，不一样，跟我们吃传统的蛋黄酥是完全不一样。他以为他的认为就是蛋黄酥吃起来就会卡在嘴巴上，他说我的竟然一口就滑下去。对，我说这是每个人要求的配方的口感是不同。冇用药，老师你就会用你去搞中医的方式，然后用冇用东西农产品的搭配，然后做出来用。我觉得挺有台湾特色的蛋黄酥。我是有讲，做烘焙有一个就是说，你自己要喜欢你自己的产品，你才会让别人去喜欢你的东西。对，要青葱油。鼓手对自家的东西有信心，这样做来同大家来分享。啊，不过大家听得懂到吼，有的人可能想要天天同老师来听长期蛋糕，也係講天天來聽蛋黃酥。啊，不過老師其實咪有啲嘅開課，同埋有上課。我基本係開課教課卡為主啦。做訂單仲係有中秋節節慶啊，好或者蜜月我再有講，普通我就國外跑。國外有烘焙教室邀課，我就會去國外。某出會去我們的台北市糕餅業工會去做專任講師。哇！哎呀，某出自己開一個證照班，這樣子。其實也好懂你，某天做正經上而來，學習而來開店，有可能就是可以咧自家興趣嘅感覺啊。某出講可能做本自家生意嘅事啦，按樣有懂到按樣嘅學生嘅去上課。有你要懂到，有的懂到是講生意呢，像佢自家做不生意學，還有講他們要開業，開業我就老佢講，你要學，不要一下學太多，你先專注學幾樣，你確定哪幾樣你喜歡，你再來走這個，要不然烘焙是不歸路，因為你的器材一直買。對，就像我做教長期蛋糕啊，很多學生的攪拌機、烤箱都不同。對。就像阿布卡，我從那種一開始手提式的那種打蛋機，後來發現魔力大，後來買了一個比較便宜的，發現還是不行啊，再購買一台直立式的攪拌機，可是同阿希諾本寬老師用的都冇空用哎，冇空的牌哎，所以講我教長期蛋糕噶哈，懂得學生來講，老師你的烤溫怎麼會有些不一樣？我們烤出來或是攪拌時間不一樣，烤箱也品牌不一樣，不一樣，每個。冷爐、熱爐，歐包爐，什麼一般的傳統不一樣，不一樣，它的烤溫時間也不一樣，連攪拌機的品牌不一樣，它攪拌的轉速都不一樣。對，所以講阿布卡有4種的攪拌機，4種的烤箱。所以講要怎麼樣這個學生是什麼烤箱，什麼攪拌機，我會告訴他你的這個轉速大概要多久時間，你的烤箱大概溫度是多少。有變化，鼓手永遠有很客製化的方式搞後場哎。嘿，冇法度啊，因為烘焙是有時候理念他們會死的，比如說老實講。進爐就像蛋黃酥好了，我進爐烤25分鐘出爐，可是他沒有想到我這一盤是25顆，你那一盤是40顆，你25分出來，第20顆的出來是 OK 的，可是你30顆、40顆出來的還沒烤熟。對，鼓手，其實老師，我有講說到老師對於搞烘焙挺有熱情，你想我所有嘅都搞本土上嘅，唔可以想我空起來，經常會夾到烘焙呢。因為我斜槓嘅哈，斜槓會發出對不起斜槓會發出，我們知道就是烘焙小白的那一個無助，所以這個我們就要
一一的解说给他们听，然后他们就减少走那冤枉路。真嘅非常什么老师今日也来分享，希望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同阿球妹共用，唔但听清幸福，啊唔过咩学到多东西哦。谢谢老师今日也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球妹，谢谢。没什么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嘅舒康休息一下，共下来做运动哦。大家知道有节目好看无啊？我记得啦，我来福喜来嘅免数签站，韩国啊客家电视台嘅 YouTube 频道，咪记得我来签站订阅，韩国也影片嘅链接啦，记得我分享出去哦。